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失智的人口超过28万人，真侪人得病了后痛苦消沉，无愿意来面对。但是嘛有人一步一步拍开心内的窗，努力学习甲失智症来共存。65岁阿文兄，伊所得到的是路易氏体失智症，会有困眠的障碍、肢体障碍，情绪嘛变较暴躁。破病这3年来，伊参加着课程做志工，嘛甲家己逐天的生活写落来，用这种的方式来圆满伊的退化。尾啊，已经开始决定要来写册，一字一句来写好着家己生命的故事。这是台湾第一本由失智症的患者亲笔所写的册，伊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我知道失智症这一块是不会有好的一天，只会越来越恶化而已。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延缓。曾经恩哥无法走出失智的痛苦与挫折。总之重点就是我们先确定好要给推荐者的章节是什么。我是希望说，像我一样的失智者，看了以后也能够站出来，不让记忆说再见，字字句句记录下自我的生命故事。我姓林，我的英文名字叫孝恩，所以有人叫我恩哥。我是失智症患者，医学上名称是路易氏体失智症。拜四一透早天气真好，这天是阮哥固定登去病院回诊的日子。45分的，还好，对吧？我今日一早到。路易氏体失智症最主要的症状有睡眠障碍、肢体障碍，就是类似像帕金森氏症。另外，它还会再多加一个失智，这是记忆跟认知上面的退化。动作慢，阁有条理。65岁阮哥较早是电子上柜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捌互派去中国做工课，了后回来台湾5年前发病，经过检查，伫3年前确诊，是少年型失智症患者路易氏体的个案。从情绪了、睡眠，然后比较容易生气，他不太爱讲话，然后会摔东西，不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啊。病人说只能够接纳。怎么这样？啊，恁家人敢有去倒？无啊，无去倒啊，阮嘛无去倒。高学历、高成就，嘛无法度接受家己失智，搁爱承受外界特殊的眼光。和你2020年的心情的，好，这么多张，来给大家挑一下。1张我看看，疫情打乱了我整个生活。哦，疫情打乱了你整个的生活。对，整个生活。破病了上大压力，除了自我否定、求职无顺的失落，家庭的磨合，共款是一个关卡。失智症对我而言最大的冲击就是家庭的信任感消失了。你已经得到失智症，家里人知道你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就有存疑了。所以这个是我最困难的。开始有时候我会生气，他会说他不记得，我说才不是刚讲吗？然后就会后来想着不对，他是病人，就忘记了。他形容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是一块黑布罩住他整个人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解开这块黑布，怎么样站出来面对。所以我常常会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家属们，就是其实也许他有时候不想跟外界互动，并不表示他不要，
他可能是找不到一个方式。今天讲到2020的心情，所以有2首歌，一首歌是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一首歌是《澎湖湾》。你们比较想改编哪一首歌？但愿那何时情景，总可以长留心中。恰似太阳日出。他很愿意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所以我觉得他很能带动同样跟他有一样感觉的人，愿意分享发生了什么事。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他们会知道大家都在经历相同的事情。那我觉得他们会多少有一点力量。全球得到失智症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，台湾失智人口超过28万人，2026年会增加到55万人。国际失智症协会分析，少年型失智症发生在30岁到65岁之间，发生率是1/1000。这样的推算，台湾大约有12000多位少年型失智者，对个人、家庭和社会拢是真大的冲击。大众对失智者的标签和无理解，拢变做因面对的难题。曾经在超商买东西，要报个电话号码报不出来，忘记了，那个店长就很不耐烦，觉得比较用特殊的方法来跟你对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受伤。那认知跟记忆只是它的多寡而已，所以我们如果还记得的智慧，是跟平常人是一样的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好，来，把手放在头顶上。拜一是运动课，拜二日文歌唱班，大家拢有行程，而且排甲满满，适合要和社会交流。这是阮国减慢体坏德学，而且大家拢会做生活记录、训练基地。5年来，伊拢维持伫轻症无恶化。今摆阁决定要打破疾病的限制，挑战无共款的家己。4月10号之前，我就会去做适应跟校稿，就是跑印刷厂，然后拿稿。他说：“你有在记哦。”他看见已经满了，就再送我一本。真的吗？然后后面再跟我提说：“那你记一记，要不要出书？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先送了这一段已经消失在我的脑海中。你里面是记什么？流水账啊，就是生活琐事。捌看过朋友选择倒撇，嘛有人选择放弃。阮哥决定把调变了的心声变作文字，写作几本册。路易斯体的天空这本书，我是希望说，像我一样的轻度的失智者，看了以后也能够站出来，真实的诉说自己心里的感受。看到就是愿意 fight 这个疾病的勇气，也希望透过它能够真正的我们去翻转失智。一日一句记录家己的生命故事，毋望鼓励更较侪患者和家庭拄到失智症的冲击，会使袂阁惊吓，行出困境。就真正觉得他好厉害哦！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是我可以做得到吗？我觉得我不一定做得到哎。你可以怎么样一直被打击，然后再起来，很感动，对，然后也很，我觉得更多是佩服吧。在他写书的这样的过程哦，也不是非常的顺利的哈。那中间总是因为受到疾病的影响哈，那没有办法持续这样子下去。所以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给予的支持鼓励哦，其实是非常的重要。失智又搁安怎？经历过上艰难的时阵，伊又会晓和失智症共处，将有限的能力变作可能。这嘛是台湾第一本失智症患者亲手写的册。虽然出册过程遇到困难，不过为社会的帮衬，因真打拼向前行。透过募款，毋望会使伫5月份顺利出刊。嗨，无啦，我是感觉就累。困了。
他写书，他是跟我说，他需要一个家里的人帮他写一段内容。后来我就请他把他写的东西给我看，他的内容我看完之后，大概可以了解到，其实他有一点不开心的感觉吧，然后可能还有一点愤怒感。失智症进门口，面对生活、工课、家庭关系转变，除了患者以外，照顾者和失智症厝内人，嘛拢伫学习当中成长。要对爸爸说吗？就是身体健康吗？因为他们这个病是不会好的，是会一直退化的，所以是希望他能够保持目前状况。保持目前状况也是我们2个互相感恩的。对家人说的话就是，他们不用过度的操心，我会自己努力的，永不放弃是我最大的目标。一个人行伫失智的路，有苦痛，有挫败，有孤单。不过厝内人和朋友的支持，是伊继续坚持的动力。脑海当中悠远有的记忆，是伊破病到大真珍惜的宝藏。稳固一步一步解决病痛带来的逆境，勇敢克服失去记忆的苦涩，打破大众对失智症的刻板印象，尽全力为人生写出更较侪美好的经历和故事。